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1月14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天气较烧热，不过早暗也是寒，要注意。拜六礼拜阁要变天，西到北部、东北部拢会落雨。立法院今仔日针对陈时赖总统的提案举办公听会，按算2122就会邀请赖总统到国会说明。桃园有学生和一个无熟识查某人耍闹后，加在有民众看到斗相共阻止，即马家长已经决定要提告。今仔日各地拢有出日头嘛，感觉较烧热，不过早暗也是较寒，上侪是可能差8、10度。也若拜六礼拜是阁要变天啊，西到北部、东北部拢会落雨。后礼拜嘛，阁有冷气团到位，天气的变化真大，民众就要加注意。带着冷气团减弱，北部总算感受到寒天温暖的日头。气象署表示，对拜三开始，各地拢会出日是好天，温度会回温，但是因为辐射降温的效应，早暗也是真寒。拜三透早，西半部上低温出现伫新竹的关西，只有4.9度，其他的所在低温拢差不多10度。到拜五进前，拢要注意这款早暗温差大的天气，上侪会差到10度左右。这样子温度的低点，其实到明天还是持续。明天在我们西半部地区各地的普遍低温，其实都可以来到14度上下，尤其是局部这种比较偏向空旷平原、近山区的地方，低温也可以来到10度左右或是以下。提醒大家都要多加留意。至于白天气温方面呢，由于太阳加热比较偏温暖，所以说我们的温度可以来到20到25度上下，所以日夜温差上面感受比较大。但是出日温暖的天气，到拜六礼拜就要变天啊！气象署讲，受东北季风路南，加上菲律宾东南边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东北风甲外围环流会造成北部、东半部乌阴有雨。尤其周六、周日这样子迎风面的降雨略微的增多一些些，大台北山区、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是偶尔会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其他各地大致还是以多云到晴为主。比较明显的天气转变落在下周一到下周二。下周一东北季风增强，到了周二冷气团南下，在迎风面的这一带，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都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气象署讲，礼拜进前中南部透早会大雾，要开车出门的人爱细腻。若拜六礼拜，因为东北季风变强，海风会较大，若要去海边啊，也爱注意安全。记者陈心彤、王志光台北报道。因为大水期，佮加上低温的关系，新德县大埔溪最近是有真侪鱼仔冰冻，这臭味毋但影响附近居民的生活品质，这水质嘛造成恶化。新德县府除了派人加强清理以外，嘛准备3个水井来补充水量，降低鱼仔死亡的状况。民众来到报花散步，原地应该是来闻新鲜空气的，即马闻到的却拢是臭腥味。新德县大埔溪最近出现大量的死鱼啊，那严重影响水质，把造成附近的民众一日到晚拢在闻臭味。这个问题困扰我们很久了，每次鱼一死掉，然后这边的话，社区就味道就很臭。太阳晒下去的话，那很臭啊。孙子在这边玩也没有安全。这个暴毙的鱼群哦，经过太阳的曝晒之后，会发出恶臭，那非常环境堪忧啦。连那个刚刚我们这位太太啊，说要带孙子来散步她闻到那个恶臭，她都不敢带孙子来散步啊。新德县府指出，最近因为拄到大水期，加上气温低的关系，溪水水量跟含氧量拢无够，再造成鱼仔死亡。除了会赶紧派人去清以外，卖伫水源头建立3座临时水井来增加水量。水量减少，加上最近气候寒冷，双重的因素导致含氧量的一个下降，最终导致鱼群有一些死亡的一个部分。3处的一个水井来做24小时全面性的一个补充水源的一个机制。县府表示，接下来会进行大埔溪环境改善工程，以专供净化的方式处理，补充清气的水源，改善大埔溪的水质。记者杜君和新德报道。立法院今仔日针对陈时赖总统的提案举办头一场公听会，各党团拢招专家甲学者来讨论。根据时程，这个月2122就会邀请赖总统本人到国会来说明。对此，总统府是表示尊重，不过嘛，呼吁在野先赶紧审查总预算，阁有国防特别条例。
立法院针对总统罗清照单票限14开第一场公听会，除了调票立委，也邀请各党团推举的学者专家，经监察委员将会议及大政府将在违法伫真侪项后期失败了的法案申请实现，和行政立法司法来计算送去。不过律师罗秉雄表示，行政院长对在违法无附属就是政治宪法顶外权力执行。附属是一个行政院长的实质性的权利，既然是行政院长不愿附属，应该是针对行政院长来进行一个政治跟宪法方面的权力互相的制衡，那怎么会跟总统有关系？我们宪法72条里面，总统应于收到法案后10日内公布之，它是强制规定，所以不公布何所本。经过时间2日，审查会邀请被单票前大总统出席。总统府表示尊重国会职权，不过考虑国家发展甲国民福祉，或者立法院8号会期最后13天，完成审查本年度总预算甲国防特别条例。可以让总预算顺利挂号成功，其实只剩2次的程序委员会，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这个礼拜的礼拜3、礼拜4，跟下个礼拜3的礼拜3、礼拜4的委员会都不见了，因为要拿来做他们在意的总统弹劾案的审查跟公听会。在野党真的就是打算决心抵死不从，包括军人加薪、警消的退休保障、公教年金的停砍，以及地方财政收支划分法该有的所谓的财政的分配，赖清德都不编、不附属、不公布、不执行，跟最近被南韩起诉还要是求处死刑的尹锡悦的行为差距在哪里？刘德荣批评执政党想要陷害在野，表示若被两党已经展开协商，会主动提限何总预算内底关系民生部分先解脱，确保民众权益。另也强调总预算含包含新兴计划已经在去年8月送入法院，至于另外提出根本是事无前提要求。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这礼拜进行2006年台南市、高雄市各嘉义县长的初选民调，目前嘉义县长的结果已经公布是民进党立委蔡益武领先，按算后礼拜就会正式提名。2026年嘉义县县长的初选民调结果，那根据刚才10点半的开封结果，两位候选人之间。民调领先的是这个蔡宇委员，那今天数字最高的也是蔡宇委员。那相关的提名作业会经由下礼拜的选对会来经过中执会后提名通过。根据民进党公布的民调结果，蔡益武摕到64.81%，叶那黄英利是得到38.19%。另外，台南市长的初选是立委陈登辉甲林俊宪竞争，按算下暗就会展开民调。民众党团主席黄国昌带团访问美国华府，双方针对关税和国防军购议题会谈。黄国昌讲，这届主要是要讨论1.25兆国防特别预算的问题。民众党这边是支持增加国防预算，不过无法度接受民进党的版本，会搁另外提出一个更较好的方案。对不起，我顿一下，因为我脑袋里面一直在思考要怎么样组织我的发言。可以遵守跟美方的协议。讲话小可顿地，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结束访问美国的行程了后，10时登来台湾召开记者会，报告出访的成果。不过伊嘛讲，早起登来台湾的时阵，有收到 AIT 的信息，考虑 AIT 的请求甲对美国的尊重，无法度转述会中美国官员所讲的话，这是徛伫双方互相信任甲尊重。目前有关于高关税的谈判，基本上。条件都已经谈妥了，在未来的数周，应该就会进行正式的公布跟协议的签署。关税内容的细节，黄国昌敢若讲无法度代替行政部门来宣布，嘛强调民众党支持强化国防，不过台湾的民主袂当互牺牲，国会袂当互当作塑胶，这点美国充分理解嘛赞成，而且一条2500亿国防特别条例，无完全是对美军购。这1兆2500亿。并不是全部都是对美的军购，有相当高比例不是。我反对民进党的那个版本。从美国回来以后，我反对的决心只有更强烈，不仅没有软化，还更强烈。黄国昌强调讲，民众党反对行政院版本军购特别条例，会家己搁提另外的版本，
若讲有甲美国问讲，目前美国对台军购延签交会进行，有得到正面的回应，知影问题伫倒，美国嘛答应讲会尽力来改善。记者综合报道。人工生殖法修法的问题是引起争议，各教编甲家长团体呼吁政府应该要先讲清楚可能发生的风险，亲像人工生殖这早产的机会是比自然有生搁加2.4倍，建议政府唔通干那拼生育率，所以无顾相关的医疗问题。最近，朝野立委因为人工生殖法修法擦甲真热，各教民和家长团体拜三召开记者会。即期政府敢若强调人工生殖法会当改善卫生，增加未婚女性和同志的权益，却无讲清楚风险。人工生殖可能会造成早产，会出示体重伤过轻的风险，甚至根据 OECD 的统计，台湾新生儿死亡率是日本的3.5倍，韩国的2倍。很多立委都预估说我们接下来人工生殖会带来3万呐，台湾现在出生率是10万，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已带来的一个风险度，早产跟低体重有多少了，对不对？各位真的去看人工生殖的 Google， 你把它查一下，没有一个人能告诉你相关的风险，这些其实该讲而不讲，所以我们家长团体其实颇忧心。各教民警告讲，若是一直扩大人工生殖，恐惊会造成医疗健保甲特教资源的负担。由新生儿科医生指出，人工生殖法的风险比自然有生的风险更较悬。数字已经显示出来，台湾新生儿的健康在倒退路，人工生殖早产的风险比自然有生加出来2.4倍。人工生殖出来的孩子其实蛮容易就是早产低体重啊。就算是36周出生的孩子，他没有用过呼吸器，他们的那个成年人的时候，到成年人的时候，他们的肺功能也是没有足月儿的肺功能好，而且会衰退的比较快。各教民也呼吁政府要拼生育率进前，应该先解决囡仔的健康问题。伫咧人工生殖咨询进前，要清楚向民众说明早产和体重过轻的风险。同时，教育部也要先准备好早疗和特殊教育的资源，才袂等到囡仔出世了后，才发现医疗和教育体系拢接袂调。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花莲马太红溪放山湖旧年造大水，造成19个人死亡。花莲地检署展开调查，去超公复乡公所甲乡长林清水的徛家等所在，佮整理撤离的名册、洪灾通报等证物，嘛甲乡长、秘书和民政科长拢带回去调查，要厘清这件事故到底敢有牵涉人为疏失。今天带回几个人？发生伫去年9月的大水灾，造成19个人死亡，几内人失踪。因事发了后，有真侪灾民质疑讲，迄阵无收到撤离的公布甲相关通知，才走袂赴。所以检调伫灾后持续伫搜证，包括林保署甲县政府相关的防灾通报机制，敢有落实？的确，在当天的撤离有很多很明显的疏失啊，我觉得这个检调必须要做调查清楚才可以归咎，因为不然这些。因为撤离不及，导致人命的损失跟这些财产的损失，到底谁要负责？目前检调陆续伫公复乡公所调阅乡民保存户册、撤离通报等资料，嘛展开约谈，要一项查清楚这件重大死伤的事故，敢有牵涉人为的疏失。专案会以过失致死、失职等罪嫌侦办。记者综合报道。空军飞官新北街到达已经失联超过1礼拜，相关间的飞行记录器目前是抑搁咧敲找。海委会表示讲，已经依照信号初步掌握记录器的定位范围。不过，有专家建议讲，这花东外海海象无好，上好是爱找专业的团队来协助。3更半暝，海巡人员继续伫第一线投入搜救行动。空军飞行官新北的驾驶 F-16V 伫花莲外海失事，失联超过1礼拜。国防部第14动员军机6台次、2台军舰，加上陆军183人，划船157人，战术轮车47台次。海巡7台船伫海面搜救。国军海洋研究院的听音阵列仪器。协助空军委托的专业船，伫海底找出保存战机飞行资料、关于失事真相的乌鸦仔。海委会主委关佩玲讲，已经初步确认乌鸦仔的定位范围。其实我觉得之后可能也要重新的评估，就我们信号器的这个
就是是不是对于军官来说、非官来说，那佩戴上面的影响性，然后呢，还有就是他们可能的优良的这个程度哦。战机若是落海失事，乌鸭仔的水底定位信标就会启动，发送特定的音频。不过乌鸭仔的电力结果敢若会当挡1个月。另外，东部的海面风强映透，增加超吹的困难度。专家讲，乌鸭仔落去花东外海侵蚀，未来进行超吹的作业，要考虑海对深度地形洋流。在海洋的洋流也会造成让机体在海底做移动，这小许的变动会造成定位的困难。找非常专业的这些公司或者是外商，才可以克服这一方面的困难挑战。搜救行动进入高调的关键期，1分1秒拢真重要。除了政府单位咧赶紧搜救的速度，军事分专台湾 ADIZ 英国中英日3种语言文字发文，还有以早战机残骸的相片，说明 F-16V 的残骸可能会流去东部的外海。呼吁伫船顶的人，也是研发的民众，若是有看到铺设的金属破皮，也是救生装备等，会当即时通报。记者综合报道。宜兰港有一个受刑人因为着癌，所以受核准保外就医。不过伊说几6届拢失联，即马甲方已经甲废止保外就医的资格，要求伊来转来报道。想不到伊说继续四界爬走，昨伫咧台北市互警方抓到，毋但身躯顶有毒品，甚至阁涉嫌食毒塞车。下车！看到一台车真可疑，警察就去甲查落来，车顶抄着安徽他命，这驾驶的身份查落去不得了，竟然是宜兰感觉的受刑人。这个姓黄的查甫人贩毒品的案件，防判爱关一档，应该入去坐监，伊哪会煞伫外口咧爬走咧？他应该是1月8号就要去地检署报道，我们通知他去地检署报道，他是到时没有报道啊。原来这个人去年4月伫宜兰感觉在坐监，因为着癌去年10月保外就医，不过伊真侪届互人找袂到人，感觉伫今年1月初5废止伊的保外就医，要求伊1月初8爱倒转来，无想到伊无转去感觉，颠倒伫外口4月底13伫咧台北市文山区去互抓到。我们对其实施唾液快筛检测是呈现阳性反应，因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毒驾公共危险罪，移送北检侦办。未别1礼拜嘛是搁去互抓到，警方当场检出有食毒涉嫌食毒塞车，原本的假释还未坐满，即马搁加一条，只是受刑人保外就医无转去感觉，过去达不时咧出现。我请假到7月3号诶。亲像去年7月，新得感觉的受刑人江玉贤，趁保外就医让降酸，甚至伫外口犯2件性侵案。面对安尼状况，感觉要安怎加强管制咧？我就有一个做法，也许可以学是外一间的做法，就是现在不是要戴电子手表，那他们也会发那个手机，如果有这些设备辅助的话，到时候谁的责任也比较好厘清啊。检署关注小组建议加强使用科技设备，包含互伫外口的受刑人炸个案的手机啊，也个挂电子手表来加强监控。公视新闻单管分单方记林敬伦台北宜兰报道。昨暗伫咧高雄有一台轿车凶失控，去弄到路边的4台奥多麦甲一台货车了后，规台车怎安尼变过，加在无人着伤。警方到现场发现讲，这位驾驶有食毒，车顶嘛超出毒品，随甲人带回去侦办。对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暗时7点外，一名妇人后壁对着2名囡仔。原本咧行路，其中一个囡仔敢若听到声音，回头一看，雄发现一台轿车直冲过来，大人囡仔赶紧闪过，画面实在真危险。轿车弄到边仔的货车，搁弄对知名乌兰店以后并且，迄当时是知名乌兰店人客长济的时。规个单位互弄倒碗盘世界杯，毋过加在无人受伤。他不是碰，就是有用到物件啊，然后有拖到物件的声，然后就碗筷飞出去那种声音，就是完全没有刹车的。就听到一声呢。系啊。啊，恁这边拢无人嘛，无人去用。无，刚才我拢有听到声，景象多好诶。这位赛车了代志的查甫人，后来家己爬出车外，敢若受到轻伤，毋过眼神细心。警方发现，随将伊控制条进行检测，最后确定这名查甫人涉嫌吸毒赛车，而且超出各种毒品，甚至一级毒品海洛因，所以将人带回去侦办。警方于真男车上查获毒品海洛因3包及依托米酯电子烟1支，
真男毒品脱衣试剂检视结果为鸦片类、安非他命类、依托米酯类、卡西酮类等呈现阳性反应。警方现场将真男逮捕侦办。警方表示，涉案查甫人毋但有毒品罪嫌，伊食毒洗车，嘛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另外，伊驾驶的汽车车牌已经超过检验期限后注销，依法车牌甲车辆拢爱互人扣落来。记者顾兆勇高雄采访报道。桃园有一个学生伫咧学校附近向去互一个无熟识查某人耍拿后，加早有民众看到，赶紧斗相共阻止。警方嘛随赶到现场，甲即个查某人带走。即马家长已经决定要提告伤害甲恐吓，专案嘛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监视器翕国小女学生向互侵犯查某人用手骨耍颔棍仔攻击画面，代志都发生伫12下晡4点多。女学生放学转去了后，要搁转去学校参加社团，毋过才拄过路就被攻击。好佳在附近的民众见义勇为，出面阻止。女学生这时阵才用脱身离开。情况是怎么样？那件情况就是妹妹过马路，然后就有一个女生，然后对她锁喉，对，勒住她的脖子，然后那时候我就听到救命声，对，然后我就立马冲过去，先救那个妹妹。针对女学生被耍拿后的事件，桃园警会局表示，原警接到报案了后，马上赶到位，将涉案的查某人押入保护管束，将伊强制就医。被害学生囡仔家长已经提出伤害甲恐吓告诉，原警依照规定受理，佮移请桃园地检署来侦办。女子与友人严重争吵，情绪失控，无故骚扰，掐被害学童颈部，热心民众立即上前阻止。员警获报，立即赶抵现场。遇到这样的状况的话，他们应该要怎么自保比较好？立刻求救，然后呢，寻找一个安全的庇护的地方。那第3个就是赶快叫人家报警。学校知影了后，马上进行校安甲社情通报，同时利用电话加强学生囡仔安全自保宣导，也请老师继续关心被攻击学生的身心状态，要求警局加强巡逻以外，也请你办公室协助。学校校长主任加各行政人员也伫上学区加强导护巡逻。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台中太平有一间私立幼儿园，互家长指控讲涉嫌苦毒囡仔。经过调查，教育局甲涉案的教保员、外籍教师各园方罚6000至6万块。另外，这间幼儿园阁互人查到违法请无教保资格人员。人本团体呼吁讲，应该爱减班停招，严格处罚。幼稚园的车入去学校了后，上课时间到，足侪士大人亲身接送。台中市太平区私立哈佛幼稚园去年10月，互家长指控囡仔伫咧园区内底去互教职人员不当对待，唔拿甲拖，甚至用头弄涂骹。教育局最近调查是事实，公布幼稚园的名，还有负责人挂2个涉案人员的名字，引发其他家长议论。家长他们没有看监视器，其实也都不知道，因为家长都在上班啊。那听说那个妈妈是盯着那个监视器看。我是有看他文章有这样写，所以才发现他小孩被虐待。我觉得老师不会这样做，我觉得里面的老师都很好，他们都很有耐心教小孩，可能是有一些误会啦。教育局请外聘委员调查审议，确认园方一个教保员加一个外籍老师确实有不当对待行为，依照幼儿教育及照顾法教保服务人员条例，分别罚6万块加6000块，另外园方才罚6万块。谢谢你们的关心，我们已经同步跟教育局完成所有的调查跟所有的惩处了。教育局在调查过程当中，佮发现哈佛幼稚园竟然请足侪无教保服务资格人员来做这项事工，会令案加重裁处。发现园方聘用4位未具教保资格人员，教育局要求不得入园进班教学，并依法各处3万元罚锾，同时对园方依法加重处30万元罚锾。我没有看到对于聘任不当的人员有任何的惩处。我认为对这个学校必须要严惩啊。那如果比例真的很高的话，那真的是要减班停招。人本教育基金会强调，若是请无教保服务资格人员是事实，是足严重的违法。呼吁市府应该爱甲减班停止招生。国视新闻尤文峰、裴焕群台中报道。
受到大型电子宽带股的影响，台股今仔日开盘是要冲到要31000点，因为台积电是维持伫咧1710块平盘。另外，台股去年是起25.74%，即嘛带动全国净交税实际收入的净额有到2928亿，是创历来上悬的纪录。14台股开盘阁继续攻关，30,742点开出，开盘过1点钟了，盘中上悬冲到30,994点，只差6点，就到37000点。不过，甲即几天是台积电带头冲无共，14台积电股价反倒在1710块平盘来回。除了电子股之外，今天在非电子部分的话，表现也相对有所表现。那基本上到盘中为止的话，除了金融股是小幅下跌以外，其他的类股族群大多都是上涨。那显示说，资金目前来看的话是有扩散的效应，不像前2个交易日就是集中在台积电跟台积电供应链之上。就在台积电办事要开发税会进前，传出美国正式批准回答的 AI 晶片 H200销去中国，也受市场的关心。台积电过去一季的营收表现甲今年营运展望，又有一个美国是不是有希望提早甲市场风声？美国要求台积电在当地起构做的争议抢点议题，拢成做焦点。专家认为台积电发税结束了后，市场可能出现底线获利了结。不过中长期有望看好台积电，因为去年台股全年起15.74%，也带动全国净交税实定净额113年2887亿，去年是2928亿，年增1.6%，创下历年的新高。在高档波段区间震荡的那换手量呢会爆出来，那所以我认为今年的这个证券交易税呢，应该会比去年就是2025年还要来得高一些，那甚至于不排除呢有再度的超收的这个可能性。分析师认为，台股已经连续3年大多头行情，今年要在延续第三升悬的机会较少，可能用波段区间震动可能性较大，不过因为出现换手量，今年净交税有希望比去年较悬。记者综合报道。诈骗集团拢会挂喙按底帽啊，去银行的 ATM 领钱，互警方学追查。金管会即马要试办面型辨识的功能，民众领钱的时这面若是杂咧 ，ATM 就会出现警示。若准拄到有面紧张，只要甲查到面的物件摕落来就会使咯。您未露出完整五官，请脱帽。民众若咧领钱的时，听到警示的声音，还是画面出现提醒的字，先唔免紧张，只要甲查到面的物件摕落来就好咯。会有这款机制是因为诈骗车手定会挂喙按底帽啊等等，利用银行 ATM 犯罪，互警方真恶掠人。根据中央社的报道，为着要防止诈骗，金管会有甲中国信托、国泰和第一等5间银行合作，运用面部辨识，有500多台 ATM 会出现警示。那目前也已经有部分的银行在试办当中，那也会有其他的银行陆续加入。如果民众在使用 ATM 的时候有看到提醒的画面，或者是听到提醒的语音的话，那希望能够尽量的配合来脱下口罩或者是安全帽。金管会表示，各间银行的做法拢无同款，不过上大的关键是呼吁民众领钱时莫查到面。根据警政署的统计，敢若去年12月诈骗报案的都有14294件，财损的金额超过66亿，诈骗是有影真济。针对银行 ATM 试办面部辨识的方式，反诈骗联盟表示肯定，若是实行方式引起不方便，也嘛呼吁金管会收集民间的意见来修正。场合他必须要佩戴口罩，但你领钱的时候不会花你前后超过3分钟嘛，对不对？比如说面部有些受伤的民众呢，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可以再做一些更完善的研讨，或者是民众有什么样的一个需要协助倾听的声音我们可以做一个反馈，让整个制度呢更严谨。金管会表示，目前是鼓励银行合作试办，未来敢会扩大试办，嘛会经过和政府、跨部会、银行等各方面检讨评估了后，再过来做决定。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目前已经有19个县市，包括屏东县也推动营养午餐免费。不过有厂商指出讲，这通膨的压力，佮加上明年开始喷水处理的费用会加悬，造成整体的成本增加，恐惊加袂过来。建议就要加收这增加的喷水处理费。只剩8个工作天，学期就结束了。这时候很容易涣散，很容易不小心就做错事。我们要专业给
大家看，可以吗？提供200家人73间学校营养午餐，伫新北这间团膳业者，逐工都落4家安。全国餐会工会专联会统计，供应午餐的厂商逐年都减少。目前全国差不多有161间，主要因为通货膨胀甲人事的成本提悬，法规限制愈来愈严格。对2027开始，台湾要全面禁止用喷饲猪，喷处理费嘛会提悬。目前我们的厨余是要贴钱给养猪业者来载哦，以我们目前以我公司的量，一个月大概要贴10多万。那退场之后，这些所谓的厨余的清运，就要让乙型业者来协助，那也要让去化业者来处理。喷较早会当卖钱，即马一个月支出要到10几万。但明信表示，对厂商来讲，利润压缩，而且风险悬。中部也有团膳业者表示，9月新学年要起10块才符合成本。专联会初估，大家学生达等爱收3块的喷处理费。如果在北市的话，至少5块钱以上的厨余处理费。对，那当然中南部目前抓一定是要3块钱以上。已经有19个县市实施，也是宣布推动免费营养午餐。不过9月新学年，团膳业者可能起价。全国家长会长联名表示，品质也是家长上关心的代志。是不是也会让这个成本升高？那我们家长们最关心的就是小朋友在吃的上面，是不是会吃的不如从前？但明信指出，免费营养午餐的政策，唔那是本来家长出钱，该做政府出钱这么简单。已经向台北市建议采取定价补助、学校载语机制，透过家长问卷看款去调整绩效，嘛会当反映通货膨胀甲可能增加的成本，避免品质降低。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卫福部推动医疗主权分，招各界专家做伙来讨论，讲在政府甲资料团起的分段的过程当中，要安怎兼顾资料的主权、安全而且合法。卫福部长赵忠良就强调讲，有8大准则要遵守，为所谓医疗发展建立安全的防线。去病院看病、为药单、健保的记录、到临床就医的资料，会当讲是全台湾2300人敏感的医疗资料。这个资料要安怎保存？安怎团起的分段？安怎确保袂去互外力来掌控？加做政府推动所谓医疗的时阵，一定会拄到的问题。卫福部长赵忠良强调讲，医疗自主权要遵守，包括得到民众的信任、专庭加密、用途限制在内8大准则，其中系统的韧性嘛真要紧。健保资料几乎每天都有骇客想要侵入，所以要能够有韧性，如何因应这个突发的状况，维持我们所有的体系能够正常的运作。为了建立自主权的基本原则，医疗体系、法律专家甲业界人士做伙探讨政府甲资料团起的分段的过程当中，安怎兼顾资料主权、资讯安全甲遵照法规。那主权的3个基本的要件：第一个，资料必须在台湾；第二个部分，受台湾法规的限制；第3个部分呢，就是金钥匙必须放在卫福部本身。其实这个法规的这个规定限制跟讨论，其实3大公委已经跟不管是数法或其他部会都讨论过很多次了，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意外。卫福部推动主权分，重点就是确保健保甲医疗等关键的资料，袂因为团起的分段就失去掌控权。无论公部门或者是医疗体系，只要涉及敏感资料，拢会当伫所谓医疗咧发展的时阵兼顾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关心国际消息，加拿大总理要去访问中国，原本2位要受邀请访问台湾的加拿大议员就表示讲，为着避免这行程冲突，所以决定要提早离开台湾，就无甲赖总统见面。不过，加拿大在野党的众议员是强调讲，因的国会也是有真侪人伫咧支持台湾，期待双方会当继续深化交流。加拿大总理卡尼出海进前，甲媒体摇手致意，率来启动4天访问中国的行程。这嘛是加拿大总理让9年了后去访问中国。不过嘛，因为安尼，原本受到邀请要来台湾访问的2个加拿大执政党众议员何杰斯甲赖良德，决定提早3天回国。声明讲到，因为加拿大政府建议因避免甲总理访问中国的行程有冲突，造成外交政策的问题，所以因2个人嘛无甲总统赖清德见面。不久前，中国在台湾周边举行大规模军演，
非常感谢加拿大政府发布公开声明，表达关切，反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We also recognize the intensified and aggressive authoritarian pressure that Taiwan faces beyond its borders, and we reject the normalization of intimidation, of military coercion, of attempts to rewrite international norms through force. 加拿大在野党众议员强调讲，台湾甲加拿大共享民主自由价值，而且加拿大国会内底有真侪支持台湾的力量，期待持续深化台湾甲加拿大双边的关系。不过，英国卫报报道，中国的官员当伫上空上芳，向欧洲的国家提供法律的建议，要求欧洲各国禁止台湾的政治人物去因的国家。我国高层赴欧盟国家访问，是台湾与欧洲的正常交往与互动，并受到欧洲各方的欢迎。有助台欧互惠互利关系的发展，完全与中国无关，中方更无权置喙。外交部大力谴责中国施压的行为，而且讲，就算面对中国想要破坏台湾甲国际同伴的关系，会更加坚定甲理念相合的国家来合作。记者综合报道。伊朗的反政府示威是愈加愈严重。美国总统川普强硬介入，唔但表示讲会提供各种援助予伊朗的百姓，佮宣布要对所有甲伊朗做生意的国家扣25%的关税，这嘛互影响上大的国家中国掉脚断地。伊朗各地示威行动已经演变做最近这3冬上大的统治危机。根据人权组织调查，目前已经有超过1850个抗议的人伫咧镇压当中过身，轰掠的人突破16000人。德黑兰当局甚至计划要甲示威的人处决。美国总统 Trump 都用社群媒体甲伊朗的民众赞声。Trump 访访问的时阵，佮强调美国当咧注心死亡的人数，针对伊朗人民的援助已经起够啊。There's a lot of help on the way, and in different forms, including economic help from our standpoint, and not going to help Iran very much. And, we put Iran out of business with their nuclear capacity, and now, depending on what's actually happening, nobody's been able to give us accurate numbers about how many people they've killed. 除了甲伊朗的人民赞声 ，Trump 嘛取消甲伊朗官员的会谈，而且佮用关税制裁，宣布任何甲伊朗做生意的国家，若是进入美国市场，都用25%的额外关税。这项政策影响上大、上直接的，就是中国，因为中国去年有关买13到14%的原油进口外靠伊朗，若是新关税起步，中国运去美国的物件，关税恐惊会突破70%。我们始终认为关税战没有赢家，中方会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面对 Trump 关税威胁，中国学者分析，安尼做敢若是大兴世界钱，食啥呢？目的是为着要伫4月去中国访问进前，增加谈判的牌子啊，可能和 Trump 要给中国的不确定性增加。Trump is again bluffing, and China will call the bluff. I can assure you that Trump has no guts to impose the extra 25% tariff on China. And if he does, China will retaliate, and he will be punished. 希望北京态度真强硬，不过伊朗防杀害的示威者人数一直增加。Trump 政府内部已经开始建议，包括军事打击甲网络攻击在内的强势选项。美国、中国、伊朗3国之间的衝突，當咧為地緣政治延伸去經貿領域，嘛互北大西洋甲波斯灣的局勢愈來愈緊繃。公視新聞鄭偉仁編譯。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2歲到4歲囡仔，即逐天看電視、看手機的時間，上好是莫超過1點鐘。英國政府就按算要發布新的指引，來限制囡仔看電子產品的時間。伫倫敦這間學校內底，媽媽甲心肝仔做伙互動，這是佇囡仔成長過程當中上介好學習的方式。不過，根據英國政府要發布上新的報告，會當發現，太濟囡仔實在是想買3C的用品，因的目睭看的毋是外口的世界，是頂佇咧手機啊頂懸。She sees my phone, she just loves it, and then it's like she'll just try and take it. 調查顯示，若是用傷濟智慧型手機啊，會阻礙5歲以下囡仔學習，抑閣有講話能力。所以政府要來制定一個指引，按算4月要來發布。英國大學學院研究發現，囡仔若逐天看螢幕5點鐘，佇34個書類的測驗當中，敢若掉53%。
逐工若干看44分钟以下的人是着65%。A lot of vocabulary is acquired through interactions. 研究佫发现，98%2岁以下囡仔平均每一工看荧幕的时间是2点钟，有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建议2岁到4岁的囡仔一工看1点钟，这个标准的干那34%。专家讲，4分之会使入学的囡仔看到绘本，袂晓家己翻译。另外，一名全球伤过肥，也有糖尿病危机。世界卫生组织呼吁针对有糖的饮料，也有酒精提悬扣税。Got taxes in lots of countries, 150 or something like that now. Some studies from the UK, for example, suggest that the sugary drinks industry levy in the UK has had an effect on childhood obesity and on tooth decay. They do hurt the people on the lowest incomes the most. People on lower incomes tend to be more likely than people on higher incomes to be drinking or smoking or consuming sugary drinks. 吃薰、啉酒，也有啉有糖的饮料，这对人体拢是不好的。世界卫生组织伫2025年7月正式推出计划，希望讲伫2035年进前，将这3项产品的介绍至少提悬50%。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在地上大条来关心森林草岭火烧山到今已经第3天，消防人员继续拍火，空勤直升机嘛斗泉水。目前是还佫有2台咧庆烟，不过这炭烧范围是无佫扩大，希望伫咧明仔载进前会当甲火势全部拍花。14早起8点外，空勤直升机继续夜水拍火，森林古坑草岭这边森林大火进入第3天。一早起6点，消防人员甲2小牛水线进入树林拍火。森林县消防局表示，目前火势有控制，不过佫有2处的火烧。大概还有2处的一个火点有冒烟的一个情况。那冒烟的一个区域大概1公顷，那这个冒烟的一个区域大概都是昨日燃烧的一个区域。那区域面积总燃烧的区域面积大概8公顷不变。消防局表示，火烧的面积控制伫8公顷，不过扩大。目前会针对这2位进行地面灭火，对顶面警戒点部署消防车、民间烧水车为顶头下车灭火。空中灭火部分包括国术中心甲国防部也派2架直升机执行这届夜水。这2位阮是预估今仔日有直升机入来。嘛照常来咧拍火，应该阮预估是差不多明仔载，看会当顺利拢甲火拍花无。草岭船长陈炳通表示，森林火灾进入第3天，因为第四架拍火无简单，希望透过地面、空中做伙拍火，赶紧将火势完全拍花，将损失降到上低。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有民众发现讲，屏东中治乡有一个路口的乌多摆台转区，竟然是画伫咧车道的中，无说离着可能互对向要倒弯的车去弄着。市府表示讲，按照现场实际状况来看，若是有遵守交通标线，安尼就袂影响到用路的安全。乌多摆准备要倒弯，先徛到台川区等车顶，毋过就有民众伫社群网站打文，讲屏东中伫即搭路口台川区位伫车道的路中，这是要等车顶，也是要等红龙。嘛有网友讲，伊就捌伫台川区去互车弄着。那经查那个该路口的机车停整区是设置在我们台24线中心路的路权之外那设置的位置是留供台24线中心路往光华巷的一个机车转弯使用那它在我们昆仑路绿灯同行的时候该停等区的车辆也会一起同行那会有行车碰撞的一个疑虑。点 Google 的地图详细看，是为着予中兴路要倒弯光华巷的机车使用的。实际到现场，机车伫台川区等待的时阵，昆仑路嘛是红灯，所以袂有车对台川区的后面来。主要是对向要倒弯的车辆，若想超过中线，就会影响到台川区乌多摆的安全。那边来的车有时候它转弯太快，搞不好就会切到这里。只要乌多摆停落来。感觉讲较危险吧？你讲待转区搁较意外的，就较袂啦。较袂啦也收出来了，对啊，你感觉？民众表示，其实这个台转区会当画卡内底，避免和对向小闪车是收晚近。公务处提醒用路人，要按照交通标线骑，而且注意交通安全。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台南新营圆环旧年才拄改善，不过启用了后，煞互人质疑这动线袂顺，车辆常常去搞着人行道等等的问题。市府表示讲，这新的设计主要是为着互过路人会当有更较安全的空间，会搁收集意见，看敢有需要搁调整。
台南市新营医环车辆逐工拢来来去去，去年12月改造，加做全台头一座倒车道假梨啊医环了后，在地煞有人咧反映，有寡人是怨叹车行的方向三无掌，车搁定会绕着线，医环边仔的菱形空间伤挖停车格。另外，无人是感觉整体安全感有提升，但明代是这支标志甲标线，无互人随看就知影安怎行，恐惊互驾驶看甲火气。爱过火煞煞，改善了真好，但是速度袂使伤紧，公车伊边仔常常倒摆伤紧，真危险。没有先导，这指示方向也搞不清楚，面积这么小，像前面要转这边，那边转过来要转也不方便啊，不是很容易开的。可是我们认为还是不是在适当的人行道方面再修正停车空间。交通局讲，这个路口因过定发生事故，指示无够，才会启动改善，对传统医环转型做现代医环。新的主要是运用车引线甲标线，后车的方向通出入，兼采用动线分流，透过路面画线，会当引导车要安怎行。要求你去医环进前，先分流，爱去减速。嘛，佮有说过路人庇护道重新整理路边停车位，车道变窄了，才能够让驾驶自然减速。那同时呢，也可以避免机车不当钻入汽车的死角。针对车道的宽度的部分，我们有适度的去放宽。我们在圆环里面，我们有做这个群环，让这些比较大型的一个车种或特殊车种可以去做碾压的一个缓冲的空间。出环跟需要绕环的一个车流，我们是有采这个分流的一个的指示。交通局强调，实在去检查大台车若驶较慢嘞，这路是有够快，会当转弯射角。那人行道边的停车格、甲过路空间，拢是伫合法兼顾停车需求设的。针对这阵部分民众甲平台意见，市府回应会继续收集过路人的意见甲事故数据来做调整，因希望通车好行，过路人嘛会当安全通过。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伫咧台东上南边的达仁乡卫生所，去年公费医师调集，即马是搁欠专职的医生。在偏远地区的民众，若是要看病、摕药啊，就爱落山，真无方便。台东县卫生局已经向卫福部申请公费医师，目前高雄荣总和附近卫生所的医生会先提供支援。伫咧台东达仁乡山区的新化村，地点真偏远，在地人若要互医生看，拢是靠达仁卫生所的医生去卫生所驻点看病。毋过去年12月，卫生所的医师调集，到达拢也无新的医师来报道，侪伙人若要摕药啊，都要去到山骹，真无方便。不要去拿那个高血压的药啊，就结果没有啊，没有来啊。70岁不能骑摩托车到大澳了呢，去看病呢。台东县卫生局表示，已经有向卫福部申请公费的医师，目前先协调高雄荣总支援医师，拜一至拜三来甲病人看病。遐若山区巡回医疗，台东基督教病院即个月嘛规划拜二、拜四、拜五有家医科、气科、身心科。去到南田、台板、土板、甲新化卫生所巡回服务，卫生所还阁安排专职的护理师，联络偏乡摕慢性药单的民众摕药的时间，袂影响当地民众医疗的权益。民众呢，就是如果不方便来的话，那就是可以由家人或者是说，到巡回点，我们就把药带过去。台东县卫生局表示，目前达仁卫生所专职医师当地协调公费医师的意愿，会赶紧补人。不过偏乡卫生所专职医师流动率大，居民希望政府会当提出更较好的偏乡医师留任的办法，甲医师留好调。记者综合报道。中华的花样工园有人若像是利用游乐器材来训练狗仔，有家长就惊会对囡仔造成危险。中华县府表示讲，这游乐器材原本就毋是互狗仔用的，未来会阁加强宣导。明明是囡仔人咧佚佗的出流笼，但是所有民众看狗仔出落来，甚至阁互狗仔行伫房仔桥，狗仔根本行袂知。中华花样公园有民众翕到主人看狗仔来公园，毋是散步，是咧使用游乐设施。其他人看到嘛，认为真无妥当。前几天有看到，想要制止那主人又不敢说。公园应该都是小朋友在玩的，结果有狗在那边训练，感觉不太好啊，感觉很像比特犬。可以去
付费的专门的狗的运动公园啊。公园管理单位中华县政府城管处指出，公园内的游乐设施并无适合狗仔使用，未来会加强宣导，避免搁再出现这种错误行为。那动物防疫所表示，干那看影片无法度判断是毋是比特犬，嘛真恶认定敢有违反动保法无。游戏器材是给小朋友或者是说适当年龄的人来使用，会来加强的宣导，然后告知民众不要做这样子错误的一个行为。影片内容尚无法判断犬只是否为比特犬。另外，从影片中没有具体伤害动物或动物受伤的事实，尚无法判断是否有违反动物保护法。中华县政府表示，目前针对民众牵狗仔使用游乐设施的行为，敢来当可控加强宣导，未来会考虑讨论是毋是要增加驻地条例来制定相关的处罚规定。记者杨淑成中华报道。嘉义市北门车站附近的主题景点传出经营的团队拄到财务困难，即马已经解除契约，为1月16开始，这临时文资处就甲经营权收转来。目前园区也是正常营运，未来卖找新的业者来接手。伫嘉义市以新园甲日本建筑做主题的过去生活村，园区内店家照常营业，平常日嘛也有游客。不过，却传出经营团队有财务困难，无法度伫期限内还欠主管单位阿里山临时文资处的费用，所以经营团队甲临时文资处双方已经解除合作契约，为1月16开始，临时文资处暂时家己来经营这个园区。积欠本处114年应缴纳之租金、权利金，还有逾期罚金，总共893万余元，所以本处才会依照契约的约定，在1月15日跟快存公司正式终止契约。除了欠主管单位租金甲权利金以外，负责经营的公司嘛，阁有欠园区内底店家的营业收入。园区的店家表示，即卖因找无团队的负责人，希望临时文资处会当出面来协助。有点像百货公司的方式，那它就是会有月结45天，所以大部分的厂商在这边应该都会有将近2个月的费用在这个厂商这边这样子。我们等于说厂商的货款都有在对方那边，目前都还没有拿到这样子。平均我应该都接近100了吧，大家都破100了。只是说我是觉得说，那个林铁处这边他应该要更积极的站在这些立场上去协助我们店家。临时文资处表示，除了开始进行重新公开标注的工作以外，嘛当咧甲园区内店家讨论换新合约的代志。另外，会要求进前经营的团队赶紧解决甲园区店家的债务。后个月就是旧历过年，希望会当维持园区的正常运作。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即马网络是愈来愈利便，不管你要买物件、转销还是看影片，拢会当。根据数位发展部上新的报告，每一户甲每一个人使用网络的比率拢超过90%，是历来上悬的纪录，显示出咱台湾整体的数位化程度。在网络时代，民众生活顶悬用网络进行愈来愈多，亲像少年人用网络查资料，利用网络甲朋友联络。就是会用网络打电话啦，觉得说每个人都会拿到手机，所以就是一定会沟通到啊，这样子就不会觉得说，我不会联络到对方。在比较偏向查资料吧，研究生要查资料，网银之前比较常用。经济数发部公布的上新数位金融调查报告，交互联网率达到93%，个人上网率也有90%。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也有个人挖区网络、通信网络，尤其是用网络银行分段服务比例超过50%。其实个人上网率跟家户呢，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在高原，这几年来都是那种1-2%这样子的一个改变，民众啦，都已经有熟悉到说，我透过用手机的方式呢，就能够处理自己金融上面的一些工作。调查发现，使用率超过50%的数位活动包含查商品、服务资讯、线顶看文章，也就是用网络银行分段空间。这是一个多元的查询资料的状况底下，资料来源都比较多，会是在各个网络上面都比较多。那像 GPT 和 AI 这些东西都是比较方便。
学者分析，所谓工具已经广泛应用伫日常生活、金融服务等，加上 AI 发展，互网络资讯查询更加多元。毋过，对资料真假判断也是重点。也认为这调查除了应看出台湾整体数位化程度的技术深化，应作为政府施政的参考。记者综合报道。新闻的最后，带大家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先来看北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24度。过来是中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26度。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为14度到25度。外岛为12度到21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